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淡散，台语安尼写淡散。淡散会使做动词，嘛使做名词。若做动词是解馋、犬藏的意思；若做名词，就是零嘴、零食、细小啊点心。所以会使安尼讲哦，你去买一寡淡散来蒙淡散，去买一些零嘴来解解馋。啊，逐工若到下班的时间，拢足想要买淡散来淡散，慰劳家己一天的辛苦。啊，那一般来讲，淡散是做动词来使用较普遍。我突然间足想要食李仔咸的，你敢会使去买一挂来互我淡散？朋友招食饭啉酒，啉淡薄啊，淡散就好。若啉过量失态就唔好。淡散的淡第7条，台语教典讲，嘛使念第1条淡，淡就是华语的肠胃道。你淡看，安尼敢有够咸？啊，这是我拄学煮的五柳鸡，你淡看滋味好无？五柳鸡就是糖醋鱼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淡散，实在真趣味。